繼續來關心這中聯油脂的大豆沙拉油呢，去檢到低甘物苯邊比超過標準。目前台北、新北甲台中攏總是有131間學校，也有1間實驗教育機構是用到這個出問題的油。醫師是指出講，若准長期攏食到這個苯邊比，安尼有可能會造成基因的突變，來增加癌症的風險。所以建議民眾都該食寡青菜甲果子來幫助代謝。中聯油脂生產的一批大豆沙拉油驗出低甘物苯邊比超標，有1300棟供應予泰山、福壽甲服務3間業者。學校的部分，目前台北、新北甲台中市府攏有清查，嘛有公布受到影響的校園，攏總是有131間。甲台中1間實驗教育機構有用到出問題的油，目前是攏封存停止使用。在市府的官方網站嘛，攏有公告，什麼學校有使用到有問題的油，互民眾通查。截至7月5號，教育局已清查轄內學校午餐及幼兒園供餐情形，有39所學校及1所實驗教育機構曾使用相關問題的油品。教育局也將啟動專案稽查戶團膳業者及學校辦理現場督導及盤點，並要求團膳業者及學校落實自主管理制度，嚴格把關，持續配合調查進度。這個沙拉油驗出低甘物苯邊比，每公斤有到8.1微克，已經超過咱國法定標準的2微克。有醫生表示，苯邊比去由 WHO 下底國際癌症研究機構來列做一級低甘物，伊經過人體代謝以後，會變做有活性的代謝物。若是食長期，可能會甲咱人細胞結合，造成基因突變，也閣有增加癌症風險。醫生是建議民眾會當加食青菜水果來協助代謝。它本身是脂溶性的化合物，所以民眾如果擔心說，我過去有沒有可能不小心誤食到苯邊比的油品或加工食品？建議說多吃一些高纖維的蔬菜跟水果，就可以幫助我們身體把它代謝掉這個脂溶性的化合物。醫生嘛提醒民眾，尤其是有新的婦人人甲幼嬰囡仔要特別注意，因為幼嬰的肝臟解毒能力甲 DNA 修復機制也無遐好。若陣出來有政府公告講有帶苯邊比的油，醫生是建議唔通閣食。記者盧尚珠、鄭俊堯台北報道。